如果我話大唐最猛嘅戰神之一係一個寫毛筆字嘅老人㗎，你信唔信？今日我哋唔講點樣練字，我哋嚟傾下一個人，一個你可能由細到大都喺字頭上面見過，但未必真正懂佢嘅老人㗎。時間倒流，返去公元784年，即係唐德宗興元元年，亦係一個特別漫長、特別陰霾嘅冬天。淮西蔡州城西隆興寺嘅一間囚室入面，冇暖爐，得穿堂而過嘅刺骨寒風。一個76歲嘅老人家，正安安靜靜咁坐喺冰冷嘅枯草上面，對住一扇透住慘白月光嘅窄窗發呆。如果時光可以定格喺呢個瞬間，佢大概好難將眼前呢個衣衫單薄，甚至有啲蓬頭垢面嘅階下囚，同嗰個名滿天下，被大唐士大夫奉為圖騰嘅活聖，而連繫埋一齊。喺嗰個年代，只要一提起顏真卿呢3個字，幾多讀書人會下意識咁整理衣冠，面露景色。喺大家心目中，佢係同書聖王羲之齊名嘅阿聖，係寫出那一筆筆乾淨文厚、擦起中華書法脊梁嘅一代宗師，更係歷經元宗、肅宗、代宗、德宗4朝嘅老臣子。不過呢一閪喺呢個叫嚟希烈嘅叛軍手領老巢入面，佢乜嘢都唔係，冇人在乎佢嘅字可以玩幾多真金白銀，亦冇人在乎佢死超元老嘅滿頭白髮。佢只不過係一個喺漫漫長夜入面靜靜嘅等死阿伯。其實活到76歲，生死呢條界線，佢一早就睇化晒。大家諗下，佢呢一世人見過太多嘅生離死別，亦見過太多繁華盛世嘅轟然倒塌。29年前，當安祿山嘅鐵騎踩碎開元盛世嘅太平嗰陣，佢冇經過喺波譎雲詭嘅朝堂上指住權臣間雙膊被嚟鬧嗰陣，佢都冇經過。甚至就喺幾個月前，當叛軍喺佢囚室外面堆起10個人咁高嘅柴火，淋上刺鼻嘅桐油，舉住火把威脅要將佢活活燒死嗰陣，佢連眼皮都冇眨一下，反而自己大步朝住個火堆行過去。佢只係喺心入面同自己講咗一句：天之所命，死於此也。個天象定我嘅歸宿就喺度，咁就坦然接受啦。人喺面對死亡嗰陣，總會本能地恐懼掙扎，但顏真卿冇。呢種係一種點樣嘅平靜呢？就好似一位出遠門嘅歸客，行咗太遠太遠嘅路，鞋底磨穿咗，膊頭壓破咗，睇盡呢個世間嘅魑魅魍魎，終於見到嗰扇可以抖下氣嘅門。嗰種係閱盡歷史滄桑之後，一重極之厚重，甚至有啲殘忍嘅釋然。佢或者喺呢間漏風嘅囚室入面，遮住微弱嘅月光，回望咗自己呢一生。佢本來可以做一個受人景仰嘅書法大家，喺湖光山色入面駐茶寫字，湊下孫，安穩終老。但偏偏佢生喺一個需要有人攞條命去填補骨氣嘅時代，偏偏佢骨子裏流淌住嗰種見唔得山河破碎，見唔得百姓流刺失所嘅血。太平盛世入面，啲人嫌佢脾氣太直太硬，好似一嚿壓榨嘅石頭，滿朝文武都唔待見佢。但當亂世嘅狂風席捲天下，大唐嘅脊梁就快要被截斷嗰陣，皇帝同滿朝文武卻全部縮晒喺佢身後，唯有佢呢副老骨頭，一個人，一支筆，孤獨咁提天下人擦起滿目瘡痍嘅江山。呢個世間嘅道理，有時就係咁無奈。有用嗰陣，其實國之處世擋路嗰陣，你就是棄子。而家朝廷入面嗰班貪生怕死嘅權臣，借住叛軍把刀將佢送到呢個必死嘅絕境。佢心入面比邊個都清楚，呢個係個死局，但佢依然義無反顧咁嚟咗。唔係因為佢傻，而係因為如果連佢都退縮，呢個天下就真係冇底線可言啦。窗外嘅風越吹越急，隆興寺嘅晨鐘隱隱傳嚟，呢下鐘聲似係大唐最後嘅嘆息，又似係為呢位即將燃盡生命嘅老人家提前鬆行。你話歷史嘅洪流滾滾向前，幾多帝王五張相都被歲月嘅風沙洗刷得一乾二淨。但點解千幾百年過去啦，我哋今日拎起毛筆寫下那一橫一豎嗰陣，依然可以感受到一重直抵人心嘅力量？因為喺嗰啲橫抱豎直入面，收埋咗一個老人家嘅血同淚，收埋咗佢喺呢間冰冷囚室入面，留俾呢個世間最後嘅倔強同尊嚴。俗語都有話，3歲定80，一個人老咗之後嘅風骨，往往喺童年嗰陣就已經埋低咗種子。睇顏真卿，好多人第一時間諗到嘅，
可能係佢嗰個顯赫到令人懷疑嘅出身。講啱難事，嗰座可係中華文化史上嘅一座高山。老祖宗係孔孟身邊嘅顏輩，世祖係寫下難辭家訓嘅顏字推。喺本人眼中，生喺咁樣嘅大家族，就算唔係錦衣玉食，起碼都係個金磚玉貴嘅富貴閒人啩。但命運偏偏唔幫上呢出牌。公元709年，顏真卿出世，但佢並冇享受到幾多人名門望族嘅福氣。佢先得3歲，阿爸就撒手人寰，留俾阿媽甄氏嘅喺一屋等住開飯嘅孤人寡婦。嗰個曾經書香世代嘅顏家大宅，一夜之間跌落到窮困潦倒嘅泥沼入面。死書上形容佢嘅童年，只有冷冰冰嘅5個字：小孤貧好學。你睇下呢5個字字字透住寒氣。我哋呢代人後生嗰陣捱過苦嘅朋友一定明咩叫貧，就係大雪天連見擋風嘅棉衣都抽唔齊嗰陣寒震，係睇住人哋屋頂冒出色肉飯炊煙嗰陣個肚默默吞落去嘅口水。對於童年嘅顏真卿嚟講，嗰個顯赫嘅姓氏帶俾佢嘅唔係光環，而係巨大嘅落差同沉重嘅苦難。不過顏家嘅家教入面有一條鐵律係死死刻喺基因度嘅：你可以窮，可以餓死，但絕不能冇咗骨氣，更不能丟咗學問。買唔起紙又買唔起筆，點算？細細個嘅顏真卿就走去天井，攞啲黃土溝埋水捽成爛泥，捧去斑駁嘅牆根底下，等啲泥巴半乾唔乾嗰陣，揾條斷咗嘅樹枝，就喺嗰幅粗糙嘅牆面上面一筆一畫咁寫，幅牆寫滿咗，再抹上一層新泥，等風吹乾咗，繼續寫。呢個就係後來大名鼎鼎嘅成語黃泥練字。我哋而家寫字，講究紙張順滑，筆走龍蛇。但你係咪雙眼諗下用乾枯嘅木棍喺鞋濕濕嘅泥牆上面挖過？嗰重係一重點樣嘅阻力？支木棍要使出幾大嘅力，先至可以喺粗糙嘅牆面上留低深深嘅印記。有啲苦難，捱得過就變成咗滋養生命嘅泥土。好多後人研究顏體書法，總覺得佢啲字唔似王羲之咁飄逸洗脱，反而帶住一重質樸嘅，甚至有啲執拗嘅笨拙。佢啲字橫畫有得似堅硬嘅骨頭，直畫就粗壯飽滿似肌肉。字寫架似係一個心口闊大嘅大丈夫，堂堂正正咁企喺嗰度推都推唔跌。嗰種好似屋漏痕，追畫沙咁蒼勁嘅力量，咁其實根本唔係咩高深莫測嘅秘訣。嗰重力就係從當年嗰幅黃泥牆上，同無數個飢寒交迫嘅日與夜入面，硬生生磨練出嚟嘅。佢啲字係由泥土入面生出嚟嘅，帶住泥土嘅厚重，同埋底層小人咬咬緊牙關嘅堅韌。喺呢個過程入面，阿媽甄氏係個好犀利嘅女人。喺嗰啲連一餐安樂茶飯都食唔飽嘅日子裏面，佢冇教個仔點樣去逢迎拍馬，點樣去算計轉數。佢就住昏暗嘅火水燈，一字一句咁教佢讀經時，教佢明大義。到咗13歲，屋企實在窮到開唔到飯啦，阿媽唯有帶住佢哋幾兄弟姊妹去落陽頭靠做官嘅公公。寄人籬下嘅滋味唔好受，人哋俾個笑面，你要睇住人哋若然唔高興，你都要默默受住。喺繁華美人眼嘅洛陽城，東都嘅貴族子弟個個都喺度鬥雞走狗、鮮衣怒馬。但係顏真卿呢？佢生得山高大馬，卻極度自律。當同名人喺花街柳巷入面迎風弄雨，追求遲早華麗嗰陣，佢將自己鎖喺冷清嘅房入面，研究嗰啲枯燥嘅古文字。佢將所有嘅隱忍、委屈、唔甘心，全部捽碎，融入咗嗰啲字裏行間嘅起承轉合入面。佢或者一早就明白咗一個道理：喺呢個世界上，冇人可以做你永遠嘅靠山，除咗你自己心底裏面個骨氣。帶住呢股喺爛泥入面淬煉出嚟嘅硬氣。公元734年，26歲嘅顏真卿行入咗科舉考場。嗰一年嘅長安城，春風得意馬蹄疾，唐朝嘅進士極之難考。但佢一舉登科，呢個曾經窮到連紙都賣尾嘅山東大漢，終於靠住自己嘅一支筆，敲開咗大唐官場嘅大門。呢一刻嘅佢，依風髮，佢天真咁以為只要自己行得正，企得正，就可以喺呢個盛世入面做個清清白白嘅好官。但佢點會估到命運嘅齒輪先啱啱開始轉動，嗰個表面光鮮亮麗嘅大唐，暗地裏一早就爛透啦。而佢呢根由泥土入面生出嚟嘅爛骨頭，即將喺歷史嘅絞肉機入面迎來一場粉身碎骨嘅考驗。我哋繼續聽落去。人喺後生嗰陣，總以為只要憑住一腔熱血，
就可以掃平呢個世界所有嘅唔公平。入咗官場嘅顏真卿都係咁諗嘅。不過天寶年間嘅大唐一早就唔係嗰個海晏河清嘅開元盛世啦，唐玄宗老啦，算啦，朝堂上逼滿咗好似楊國忠呢啲口蜜腹劍嘅小人。顏真卿呢嚿由黃泥地裏面揼出嚟嘅腩骨頭，喺呢個余華嘅官場裏面顯得咁格格不入。好快佢就因為剛正不阿，四處彈劾貪官，被權臣一腳踢出長安，捲去山卡拉嘅平原郡。當時嘅顏真卿心入面一定好鬱悶，但邊個估到呢個恰恰係老天爺留俾大唐嘅一道保命符。公元755年冬天，安史之亂爆發，15萬叛軍鐵騎由范陽呼嘯南下，大唐嘅繁華被撕扯得粉碎。嗰啲平時滿有仁義道德嘅官員，一係開城投降，獻上金銀妻女，一係棄城走路，好似喪家之犬咁樣。沙個河北24郡，短短幾日內全線崩潰。就喺呢個萬馬齊喑嘅黑夜入面，唯獨平原郡嘅城頭上，嗰個被朝廷睇作只識寫字嘅朽木嘅顏真卿，披上鎧甲，振臂一呼，帶着一支保家衛國嘅義軍。佢唔係一個人孤軍作戰，佢知佢唔遠嘅常山郡太守，正正係佢同阿江顏杲卿兩兄弟一東一西，硬生生喺叛軍嘅後方撕開咗一道裂口，切斷咗安祿山嘅退路。大唐嘅軍心振奮啊！難㗎，佢為之付出咗慘絕人寰嘅代價。安祿山急啦，派精銳鐵騎死死圍住常山。當時嘅常山外務援軍，內缺糧草。顏杲卿叫個仔顏桂明特為佢求救。可悲嘅係大唐其他嘅守將為咗保存實力，竟然袖手旁觀，見死不救。最終上沙城坡，顏杲卿同顏桂明兩父只被押到洛陽。面對安祿山嘅屠刀，顏杲卿破口大罵，被生生割斷條脷，凌遲處死。而嗰個由細跟喺顏真卿身後，被視為顏家未來希望嘅細侄顏桂明，亦被無情斬首。嗰一日，顏家一門30機後壯烈殉國。呢個世上最殘忍嘅事，唔係英雄末路，而係你連去同親人收個屍嘅機會都冇。日子苦捱到公元758年，戰火稍微停息，顏真卿派人去常山同洛陽嘅廢墟度，喺荒草同亂葬崗入面揾親人嘅骸骨，揾咗好耐，同嗰顏杲卿定係揾得翻一支殘缺嘅腳關，而嗰個意氣風發嘅細侄顏桂明，只剩低一個風乾咗嘅頭骨。其餘30幾位親人屍骨無存。你合埋眼試下，用心去感受嗰個畫面，一個年近半百嘅老人家，雙手捧住親人嗰啲殘缺唔全嘅枯骨。2年幾前，佢哋仲係生勾勾嘅人，係同佢一齊飲茶論事嘅兄弟，係喺膝下撒嬌嘅後輩。但而家乜都冇晒，喺呢啲殘骨面前，咩平原大捷，咩家管進賬，都變得輕於鴻毛，悲傷到咗極致，係喊唔出聲嘅。所有嘅情緒都谷喺心口，好似要炸開咁。顏真卿將自己坐喺陰冷嘅書房入面，啱開始提起吧。佢原本只係想按部就班咁寫一篇祭文，準備喺家族嘅祭奠上面讀出嚟。一開始佢嘅字跡仲算平穩，為干元元年第13肅文稱光祿大夫。至於亡疾鎮贊善大夫桂明之靈，呢個時候嘅佢仲喺度極力壓抑住情緒，試圖維持一個長輩最後嘅尊嚴。不過當佢寫到賊臣不救，孤城為逼，父陷子死，囚傾卵腹嘅幾句嗰陣，情緒嘅大把瞬間崩潰啦。佢諗起嗰個見死不救嘅同僚，如果唔係人食嘅此事，常山點會破？個疾點會使佢嘅筆鋒開始變得尖銳，墨色由濃仲變得乾枯。而本來係一支吸打物質嘅筆但寫，到後面咪用乾啦。佢根本顧唔上去蘸墨，佢就用嗰支乾枯開晒叉嘅筆毛喺張紙上面死死地硬畫硬寫。張紙發出嘅沙沙聲，邊度仲係寫字嘅聲音？嗰啲係個心被撕裂嘅哀嚎。睇到堂哥被肢解，細仔被斬首嘅地方，佢再都控制唔住啦，眼淚滴滴答答咁跌落紙上，暈開咗墨跡。佢寫錯咗，粗暴咁逃走；寫重咗，用力撳歪去。到咗最後嗰句烏風哀齋，筆觸狂亂到好似狂風暴雨一樣。寫完呢幾個字，老人家精疲力竭，幾乎連支毛筆都揸唔住。衣服滿紙塗改，字跡潦草嘅草稿
根本就唔係為咗創作咩書法作品，佢甚至毫無美感可言。但就係呢篇喺極度悲痛中寫下嘅祭侄文稿，被後世尊為天下第二行書。天下第一係王羲之嘅《蘭亭序》，《蘭亭序》係飲醉微醺之後嘅優雅，係文人雅士嘅風流，嗰個係美嘅極致；而祭侄文稿係清醒時嘅劇痛，係將神孤勇嘅血淚控訴，嗰個係悲嘅極致。今日如果我哋有機會去博物館睇一眼呢幅真跡，請你記住，你面對嘅絕對唔係一張發黃嘅舊紙，佢係一幅喺公元758年深夜裏面依然喺度跳動、喺度流血、喺度痛哭嘅滾燙心中。佢靜靜禁瞓喺嗰度，無聲咁問住後人：一個人到底要吞低幾多苦難，先可以淬煉出咁樣百折不彎嘅脊梁？好多人以為經歷咗咁慘烈嘅家國之痛，顏真卿會被徹底擊垮，或者為咗保存剩低嘅呢啲屋企人，佢點都應該學得世故圓滑少少啦。畢竟木秀於林，風必摧之，呢個係千百年嚟無數聰明人喺殘酷生存中總結出嚟嘅保命之學。顏真卿偏偏由戰火紛飛嘅河北返到長安之後，迎接佢哋並冇英雄嘅鮮花，而係更加波譎雲詭、令人作嘔嘅朝堂暗戰。安史之亂雖然平息咗，但大唐嘅根基已經爛晒。宦官專權，其實當道皇帝患咗，權商又患咗，個個都喺官場呢個大染缸入面做戲，個個都為咗各自嘅利益叩頭作揖。唯獨顏真卿，佢唔單止冇收斂鋒芒，反而因為嗰場血與火嘅淬煉，變得更加起角。佢開啟咗近乎孤獨嘅無差別攻擊模式。理得你係權傾朝野，連皇帝都要叫一聲五郎嘅宦官李輔過，定係貪得無厭，中意搞一言堂嘅宰相原罪。只要邊個敢違背禮法，邊個敢倒塞言號，佢就敢喺朝堂上面指住你個鼻嚟鬧，半點面都唔俾。咁樣一條唔解風情嘅硬骨頭，絕定係孤獨嘅皇帝。雖然敬重佢嘅忠勇，但係指耐咗都嫌佢長篇大論，奸臣更加係狠得埋藥嘅。發夢都想整死佢，於是顏真卿嘅後半生幾乎就係喺被貶出京，召會在被貶出京嘅無盡循環入面度過嘅。佢哋趕到同州，趕到撫州，趕到湖州，足跡踏遍大半嘅中國。大唐嘅朝堂容唔落佢，但佢卻將一腔孤勇全部刻晒喺各地嘅碑石上面。喺佢遠知政治漩渦嘅流芳歲月入面，顏真卿嘅字靜靜雞咁變咗。如果你去睇下佢晚年喺撫州寫下嘅《麻姑仙壇記》，你會發現佢重劍拔弩張嘅鋒芒唔見咗。如果話後生嗰陣嘅多寶塔必係一把出鞘嘅劍，中年嘅祭侄文稿係一把入血嘅到咁萬年嘅難題，就係一口歷經千百年風雨，但依然洪亮華厚嘅古鐘。佢嘅字形變得更加寬闊，氣質變得更加含蓄，唔再追求靚同洗住，而係追求一重震撼人心嘅古絕語大。並且如驚人，佢一個個踩得好開、氣不藏風嘅方塊字，就好似一個歷盡滄桑嘅老人家，默默咁坐喺村口火爐樹下。佢唔出聲，但你一眼望過去，就可以感受到嗰副闊大嘅胸膛入面裝住大唐嘅風雨，裝住天下蒼生。點解顏體可以成為後世書法嘅正統？因為喺顏真卿之前，書法係飄逸嘅，係屬於貴族嘅，而由佢開始，書法係端莊嘅，係屬於儒家嘅，更係屬於每一個有骨氣嘅中國人嘅。時間一眨眼，嚟到公元782年，顏真卿已經70歲啦。歷經四朝，官至太子太師，封魯國公。照計咁大年紀，一早應該告老還鄉，享下清福啦。但命運或者講嗰啲壓縮嘅權力，依然唔肯放過佢。當時朝廷出咗個心狠手辣嘅新宰相，叫陸杞。呢個人平生最憎嘅就係嗰啲有名望、有骨氣嘅老臣子。啱啱撞正淮西節度，使利希尼起兵造反。呢個利希尼係個殺人唔眨眼嘅魔頭，大唐派去平叛嘅軍隊屢戰屢敗。途經眼珠一轉，諗出咗一條極度陰毒嘅借刀殺人之計。佢喺皇帝面前進言話：利希尼之所以咁猖狂，係因為冇人鎮得住佢。如果派得高望重嘅蘭太師前去勸降，憑佢嘅威望，一定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。叛朝文武一聽，個個都倒抽一口涼氣。邊個都知，叫一個70幾歲嘅老人加去面對一班殺紅裝眼嘅叛軍，呢度邊係去勸降，根本就係去送死。不過
攝於盧杞嘅淫威，撒個條筒，靜到一條針跌落地下都聽到。全天下嘅聰明人都選擇咗下跪收聲。佢一日人家大宅入面喊聲震天，子孫跪滿一地，死死拉住佢嘅衫袖，苦苦哀求佢清病推搪。其實顏真卿心入面點會唔清楚？佢比邊個都明白，盧杞想借刀殺人，李希烈亦絕不可能回頭。呢個就係一個有去冇回嘅死局。但佢接過聖旨嗰陣，對手連震都冇震過一下。佢望住喊到收唔到聲嘅家眷，只係淡淡咁講咗一句君命也，言備至頭上嘅旨意國家嘅難關，佢點可以避呢個唔單止係中軍，真係一從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嘅倔強。只要大唐仲需要佢呢副老骨頭去填平溝壑，佢就絕對唔會向後退半步。公元783年嘅深冬，陽安成龍罩喺刺骨嘅寒霜之中。75歲嘅顏真卿冇留俾人女半句遺言，亦冇帶一兵一卒，佢只係帶咗2個受閱嘅書童，坐上一架喺寒風中之嗌咗響嘅馬車。喺呢個全天下都彎低腰嘅時代，呢個寫無不至嘅老伯就咁平靜咁挺直咗脊梁，一個人迎住千軍萬馬，朝住嗰片名為地獄嘅深淵慢慢咁駛去。馬車停喺淮西叛軍大營嗰一隙，李希烈一早就布下天羅地網，1000幾名攞住大刀兇神惡煞嘅親兵，殺氣騰騰咁將呢一位大唐太師團團圍住，想俾個下馬威佢。玩做第2個就算係冇啫，恐怕都一早腳軟啦。但是書記載顏真卿當時連眼皮都冇眨一下，神色自若咁徑直行入大帳。佢心入面大概喺度冷笑，老夫當年喺平原郡帶住義軍殺賊嗰陣，你班死仔仲着緊開狼虎咋？李希烈唔敢殺佢，都唔捨得殺佢。如果可以令一位名滿天下嘅老太師低頭認賊作父名天下的讀書人，邊再有心思抵抗？於是長達2年嘅軟禁同折磨就咁開始。李希烈喺天井度堆起一座好似小山咁高嘅柴火，諗上同有莫司能登咁話：你再唔投降，我就點火燒到你變灰。顏真卿望咗一眼個火堆，二話不說，起腳就往火堆裏面衝。李希烈嚇到鼻哥窿都冇肉，嗱嗱聲叫人死死拉住佢。後來李希烈又叫人挖咗個深坑，威脅要活埋佢。顏真卿行到坑邊，向住長安嘅方向拜咗3拜，然後探頭望落個坑度，平靜咁講：呢個坑挖得唔錯，死後有得喺個咁嘅地方瞓覺，老夫心滿意足啦。李希烈徹底絕望啦，佢發現眼前呢個風燭殘年嘅老人嘅，唔單止唔怕死，甚至隱隱約約喺度期待緊死亡。對於一個已經將忠義2字字刻入骨罅入面嘅人嚟講，死亡一早就唔係咩終結，而係最後嘅成全。喺龍興寺嗰間漏風嘅囚室入面，顏真卿依然每日安安靜靜咁讀書寫字。佢為自己準備好棺木，為自己寫好墓誌名。佢喺絕筆信入面寫下：現忠心如鐵石，死猶豫。佢喺度為自己嘅謝幕做準備，不悲不喜，心如止水。公元785年8月，即係貞元元年，唐軍喺前線大捷，李希烈變作阿忠之別，絕望嘅賭徒，終於向呢位老人家露出咗最後嘅獠牙。嗰一日，一個宦官帶住士兵衝入龍興寺，沾住把聲有詔書。77歲嘅顏真卿以為朝廷嘅軍隊打到入嚟，以為終於等到了天光，佢急急腳整理好破舊嘅衣冠，恭恭敬敬咁跪低準備接旨。點知個宦官冷笑一聲讀出嚟嘅，居然係李希烈嘅催命符。賜死！聽完呢2個字，顏真卿冇求饒，冇驚慌，甚至連一絲憤怒都冇。當佢指手攞住百靈行上前嗰陣，佢只係長長咁嘆咗一口氣。喺生命嘅最後一刻，佢喺度諗緊咩呢？係掛住長安城頭嗰一輪明月，定係掛住好耐之前喺黃泥牆上寫字嗰個處夕晏晝，又或者係掛住嗰個喺陽山被斬下頭顱嘅細仔，或者佢乜都冇諗，佢只係太攰啦。佢呢一世人太長、太苦、太硬，為咗呢個搖搖欲墜嘅大唐，佢硬生生咁撐咗70幾年。而家
一世人嘅仗打完啦，佢終於可以抖下啦。就喺顏真卿遇害冇耐叛亂平息，當佢嘅靈柩被護送返長安嗰陣，全城百姓夾道痛哭，而喺民間正悄悄咁流傳開一個神乎其神嘅傳說。啲老百姓話顏真卿根本冇死，後日打開副棺材嗰陣，入面係空嘅。道教嘅人話呢啲叫屍解成仙，顏太師係去咗天庭做神仙啦。我哋大家都知人死不能復生，呢個傳說當然係假嘅。不過你有冇諗過，點解老百姓願意可以相傳一個咁荒誕嘅故事？因為喺老百姓最樸素嘅心入面，好似顏真卿咁樣嘅好人係唔應該死嘅，亦係不可能死嘅。大家寧願相信佢只係完成咗人間嘅苦難修行，返咗上天。但真卿走咗，但佢留低嘅難題，成為咗中國書法嘅脊梁。後來嘅人由公權學佢，蘇軾學佢，岳飛學佢，文天祥都學佢。老胡楊修睇得最通透。佢話詩人中義出於天性，故其字畫剛勁獨立，非人正心誠不能寫也。係啊，如果你個心唔正，骨頭唔硬，你係絕對寫唔出顏體字嘅。嗰啲唔單止係筆墨，嗰啲係中國人嘅氣質。企心啦，我哋呢一代人大半世人行過嚟，邊個未吞低過位喎？邊個未受過命運嘅顛簸同捶打？有時候睇住呢個變幻莫測嘅人間，難免會覺得心灰意冷，覺得呢個世道嘅蒼涼令人唞唔到氣。但係每當呢個時候，不妨去睇下顏真卿嘅字。顏真卿留低嘅字方方正正，嗰係大唐最後嘅一抹剛強，而佢留俾我哋嘅係一個普通人喺大時代入面點樣有尊嚴咁活過、愛過、堅持過。佢用77年嘅歲月話俾我哋聽，人生在世，無論遇到幾大嘅苦難，無論被擠壓到幾咁卑微嘅角落，只要心入面個盞燈冇熄，只要骨頭仲未軟，人就冇輸得。呢個人間風雨再大，總有好似佢咁樣嘅人喺度替我哋撐住盞燈。願你今晚亦可以借住啲束跨越千年嘅微光，放低嗰啲煩亂嘅焦慮，舒舒服服咁瞓翻到好覺。